今日係5月2號星期五，幫講出聲即日快遞同大家一齊睇睇特朗普嘅關稅政策點樣令到美國停止偉大。美國時間4月30號，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100日嘅第一張成績表揭曉，為佢送上 2.0 任期嘅第一巴掌。美國商務部公布，美國2025年第一季度嘅 GDP 下跌咗 0.3%， 係3年嚟首次由正轉負。呢個數據係對特朗普執政初期美國經濟狀況嘅評估，由2024年第四季度嘅 2.4% 大幅放緩，去到萎縮 0.3%， 差過市場預期，顯然就反映咗特色關稅累街坊嘅本質。睇見呢個驚人嘅爛成績，特朗普仲係唔知個醜字點寫，懶得做解釋，直接將隻鑊卸咗俾前任嘅拜登，話一切都係佢造成噶。特朗普甚至好意思喺社交平台咁樣寫：美國經濟即將起飛，但要先擺脫拜登嘅爛攤子，大家要耐心啲。特朗普嘅口頭禪係讓美國再次偉大，只不過呢一次佢加多咗2隻字，讓美國遲啲再次偉大。有趣嘅係，國王陛下呢身邊總係唔缺擦鞋仔嘅。為特朗普關稅政策最出力嘅智將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面對 0.3% 嘅負增長嘅成績，竟然創造性地向媒體咁樣話：呢個係我一生中見過最好嘅負面數字。佢咁樣解釋，因為關稅令到美國進口商囤貨，加上消費者超前消費，先至會令到經濟增長睇嚟好似收縮咗。如果剔除因為關稅導致嘅進口激增同埋庫存效應，實質成長接近 3%。納瓦羅仲稱讚佢個老闆係策略大師。唔知道嘅人聽到，仲以為特朗普真係個大聰明啊！呢種擘大眼講大話、狂擦總統鞋嘅講法，係想欺騙啲美國民眾，定係想洗自己腦呢？結果記者下一句就問啦：既然係個好嘅數字，咁點解總統特朗普要將責任卸俾前任嘅拜登啊？納瓦羅呢個時候就顧左右而言他，只係不斷咁重複佢老闆有事就賴拜登嘅偉論。另一個關鍵指標就係4月美國私人企業提供嘅就業機會，同樣比3月下降，低過市場預期，亦都即係話美國嘅勞工需求喺度逐步放緩。面對手停口停危機嘅美國人，你同佢講俾啲耐性，等多一陣，等啲工廠起好，等啲機器都安置好，工廠就需要工人噶啦，你咪有工開咯。你睇下佢信唔信讓美國再次偉大呢啲鬼話？面對呢個負增長，特朗普明顯心急啦。最近不斷釋放想同中國溝通嘅信號。中國商務部回應就話啦，美方想傾，唔該攞啲誠意，糾正錯誤嘅做法。但係講一套做一套，甚至試圖用談嚟做幌子，搞脅迫訛詐，係行唔通噶。0.3% 嘅負增長係一個提醒特朗普團隊高能關稅嘅危機即將來臨。當美國商人用盡庫存之後，關稅帶嚟嘅進口成本同埋消費成本將會直線上升，美國嘅經濟萎縮就會正式開始啦。